看宋江馆，以前呢村庄在那边，以前村庄在那边，赵家祖先也是在那宋江馆那旁边的土地，有部分土地献给宋江馆盖庙。后来迁到东边，村庄迁到东边，在这桥头那边赵家的土地，大名叫郡天谷，以往到东面到水田，后面张忠也迁了大红蓝天宫，在观音佛祖。观世音菩萨的庙，坑安堂，五旗坑安堂。再往前到族谱第二卡族谱，再往北红错寮下寮红错寮，再往北到茄东，再往北到那个环寮的大中寮，先中寮在东边才是大中。